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造成以百計人命傷亡，被形容為香港1個世紀以嚟最致命嘅火災。全家人都係入，我知道啊，不過都係我屋企人都係。就係想快啲救佢出嚟，生又好死又好，救佢出嚟先，唔想留喺嗰度。即係睇住我媽個單位咧，嗰啲火入晒咁睇，自己又救唔到佢哋。呢一場火點解會高速蔓延呢？主要就係有一啲樓梯或者一啲窗度，我哋發現咗一啲發泡膠，呢啲係非常之易燃嘅物品。連續8棟樓一齊做呢個維修，一齊去架設棚架同埋維護佢，造成咗呢個風險。大火無情，不過火場就展現人性光輝。我心同佢哋條命同埋成個家係冇晒，煲啖湯都係大家都會係比較溫暖啲嘅。有啲地方需要杯麵啦、紙尿片啊、成人，因為知道好多老人家唔關究竟佢係咩區邊一度事都要幫手，都想支持下啦。星期三晏晝2點51分，大埔宏福苑宏昌閣外牆嘅棚架起火。11分鐘之後，即係3點02分，火警升為3級。3點34分，升為4級。6點46分，火勢進一步加劇，升為5級。希望大家能夠上去平台，好嗎？如果你揾唔到屋企人，火勢迅速蔓延，宏福苑一共8棟，有7棟都被波及，居民慌忙逃命。打開個窗望到燒到好冚冚聲，第5座就燒咯，跟住咪執嘢啦，走人啦，出邊都嗌晒要火燭啊，走啊走啊走啊，咁啊走出嚟咯。我住第2座嘅，而家第2座都燒到通咗啦，啲屋都，我哋而家真係好慘啊，都唔知想點啦而家，睇到好心痛啊，個個都咁嘅樣。火勢越燒越烈，登記翻個單位啊！唔少居民焦急尋親。你係全家人都係入，我知道啊，不過都係我屋企人都係。第2日，即係星期4嘅朝早，火勢仍然未受控，傷亡人數一直增加，尋親嘅人就更加焦急。直至尋晚7點都聯絡到佢，叫佢頂住，跟住而家失聯咗啦。係啦，就係想快啲救佢出嚟，生又好死又好，救佢出嚟先，唔想留喺嗰度。啲鄰居話一起火已經好大煙，咁啊最後都係褪翻喺屋企裏邊，咁啊同咗隔離屋嘅阿姨咁樣一齊咯，冇辦法都只能夠等消息，我哋都係。政府下晝喺廣福社區會堂設立失蹤者辨認處，俾家屬認人。唔少人出嚟之後情緒激動，亦都有唔少人尋親不果，包括嚟揾父母嘅杜先生。睇到新聞翻嚟，四處揾。又打電話揾唔到，我入到去都係睇相認人，係未揾到，都冇㗎啦，應該有奇蹟啦，希望係。梁女士亦都聯絡唔到90幾歲嘅媽媽同埋阿嫂。咁我哋唯有喺出邊嗰度等咯，一路等到夜晚黑，嗰啲火咧就越嚟越犀利，即係睇住我媽個單位咧。嗰啲火入晒咁睇，自己又救唔到佢哋。
我希望佢自己識得話閂啲窗啊，啲毛巾咧揞個鼻啊，可以避一避咁嘛。尋親嘅亦都有家庭傭工，亞玉同埋家姐都係從印尼嚟香港嘅家庭傭工。家姐同僱主住喺宏福苑。火警發生之後，有消息話家姐喺醫院，不過亞玉嚟到就撲個空。其實都好攰喎，因為夜晚我瞓唔着啊，今日都係成日都想喊啊，都係食唔到嘢。我屋企啲人等我少食啊，全部問下點解嚟家姐係咁樣，所以我要有俾心機揾啦，試下自己揾我家姐咁樣。唔少家屬四處尋親，有啲就喺社交平台發帖文。有人話收到女朋友嘅信息，話火從隔離屋燒到過嚟，好辛苦，問有冇人有女朋友嘅消息。有父母同5歲嘅女同埋家傭失聯20幾個鐘，遍尋不獲，最終得到嘅消息係天人永隔。30歲嘅 Nathan 係軟件工程師，佢睇到宏福苑大火嘅新聞，知道好多人失聯，又知道有市民自發整嘅網上尋人表格，因為太多人登入而單機冇辦法使用。佢就喺火災發生嘅第1晚，即刻整咗個網站，按宏福苑8棟樓劃分為8份表格，俾居民填寫同埋更新自己屋企最新嘅狀況，例如平安、求救、離世、尋人等等。我只係起一個平台，同埋我可能做一啲技術上嘅 support 啊，冇話諗咁多咁，即係淨諗住幫到手出力咁樣做到就做咁樣。網站至今已經有超過40萬人次使用，試過同一時間有2萬人在線。Nathan 話冇諗過可以幫到咁多人。個流量我真係冇諗過咁多。最感動嗰個位就係我借起一個平台出嚟，之後好多義工去即刻舉手啦，就話自己係有唔同嘅專長，有啲咩可以幫手啊咁啊。其實係一呼百應，大家都係唔知大家係邊個，但係即係好多人係好主動去投入呢件事。自發幫災民嘅仲有唔少熱心嘅香港人。區內有多個地方都有物資站。市民自發嚟做義工，唔止帶嚟同埋整理物資，仲畫埋物資地圖，等災民更加容易揾到需要嘅物品。滾水，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梁先生同呢幾個人並唔認識，佢哋透過網上群組自發過嚟，推住幾箱水、一籃香蕉。哥哥有冇人幫手啊？呢度，幫手前面同埋後邊。唔該晒，多謝。佢哋要繞過封路範圍，兜好大個圈送去消防員休息嘅地方。消防員好辛苦啊！琴晚奮戰到依家。所以我哋都要盡我哋市民一種賢力，送啲水咁食物過嚟俾消防員食。梁先生住喺宏福苑附近，當日就喺呢一度見到有人喺單位度求救，佢話好心痛，所以好想幫下手。就喺煩，佢猛咁求救，猛咁拍手筋，所以我哋睇到嗰種場景，我人心肉做噶嘛。我心好難受，所以我唔想多講啦，想再做嘢。一齊送物資過嚟嘅呢幾位人士，係朝早喺九龍買咗好多物品，再坐車入嚟。有啲地方需要杯麵啦、紙尿片啊、成人，因為知道好多老人家啦，唔關究竟佢係咩區邊一度事都要幫手，都想支持下咯。喺大埔墟開車仔麵店6年，亦都係大埔居民嘅寶姐。
話見到火災燒得咁嚴重，覺得好心痛。我哋以前嗰代人慳埋嘅慳錢去買層樓，竟然而家一把火就咁樣燒到通頂喎！你唔係一間半間屋喎，係你望落去係100幾200間嘅屋喎。我心痛佢哋條命、個家產同埋成個家係冇晒。火災發生當晚，寶姐有幫手搬物資俾災民。第二日，佢用咗4個幾鐘煲咗一煲西洋菜豬肺湯。呢煲湯好潤㗎啦，對個肺好㗎啦。西洋菜又清佢個熱，本身俾客人飲嘅，咁但係而家個情形梗係俾災民飲先啦，係咪先啦？佢哋有需要。小濕熱㗎，因為啱啱煲好㗎加油啊煲啖湯出嚟，大家都會係比較溫暖啲嘅。多謝晒你哋。多謝。做到嘅嘢盡量做咯，只不過係，所以要做出嚟唔係十全十美，但係好過唔做啊，好過淨係就手旁觀喺度睇。我哋好感激你哋每一個咧嚟呢度幫手。我喺呢度咧。開餐廳嘅謝雙明見到今次火災範圍咁大，好多居民都無家可歸，佢就同附近幾間餐廳商量送飯盒俾災民。再嚟後邊，再嚟，我哋係啦，分一啲物資。消息傳開之後，好多義工就自發過嚟幫手。結果呢條街就變成區內其中一個物資站。其實有好多義工自己走過嚟，1個鐘頭後已經有200幾人嚟到呢度，就攞埋好多嗰啲物資，唔係淨係大埔人幫大埔人，係有好多係住喺東涌、離島，仲有幾個外國人。當我哋有問題發生嘅時候，係原來係咁齊心，呢個係香港嘅精神。大埔火災影響咗好多香港嘅市民，無論係直接受火災影響嘅居民，或者係純然身為香港人而感受到嘅切膚之痛，相信大家嘅心情都會難免受到影響。喺呢段時間，我哋更加要多啲照顧自己，關懷其他人，將我哋嘅擔憂轉化成為行動嘅力量。香港紅十字會已經即時啟動咗心理支援服務熱線，如果有情緒困擾嘅市民，我哋好歡迎你打電話嚟揾我哋，電話號碼係51645040。香港紅十字會全力支持大埔火災受影響嘅居民，而家亦都呼籲大眾捐款支持。捐款嘅方法可以留意香港紅十字會嘅社交平台。我哋希望集腋成裘，因為大家嘅每一分力量都會成為協助居民渡過難關嘅力量。大埔宏福苑嘅世紀大火係喺過去嘅星期三下晝大約3點起火，徹夜仍然未撲熄。行政長官李家超喺大火發生之後10個鐘到醫院探望傷者之後見記者。全面調查事件，查出火警嘅起因。呢件事件一定會提交俾死因研究庭。如果有任何情況，我哋會依法依規追究責任。大火由一棟大廈波及成條村，事故嘅起因全城關注。發生大火之後，網上流傳一條片段，懷疑有工人喺竹棚上吸煙。學生，你又喺度食煙啊？
呢個應該係宏昌角嚟嘅，着晒火。搞錯啊！嗱，呢棟咁樣着晒火啦，已經下邊。亦都有片段影到懷疑係起火嘅一刻。竹棚着緊火咯喎，滴緊。火燭㗎喂！喂，已經燒咗上去4樓啦。片段見到火舌由下而上燒上去。因為火就係向上燒嘅，如果嗰啲可燃性嘅物料咧喺一個垂直面嘅話咧，個火嘅蔓延嘅速度咧就可以更加快啦。曾經擔任助理消防區長，現時係私人公司消防顧問嘅梁錦德話：現時屋苑正係進行大維修，外牆嘅棚架圍上安全網，成為大火迅速蔓延嘅第一疑兇。佢如果唔做防火性能嘅話咧，佢因為係一個垂直面，一有時發生火警嘅時候咧，成幅就會好快咁燒着，令到成座大廈個外牆都着火啦。根據勞工處發出嘅竹棚架安全守則，棚架上裝設嘅保護網、保護膜等等，都應該具備適當嘅阻燃特性，同埋符合認可標準。不過係咪有阻燃特性嘅安全網，其實用肉眼睇唔到分別，但係一遇到火就會一目了然。棚業工會代表何炳德攞咗2塊分別係冇阻燃特性同埋符合認可標準嘅安全網做測試。有阻燃嘅網冇着火，但係冇阻燃嘅遇到火喺幾秒之後就燒着咗。嗰個物料咧燒定一定嘅時間咧，佢都會着火，會變黑色咧，就跟住滴落去嗰啲好似滴蠟咁樣，連張紙都着火，即係呢個咧變成一個非阻燃嘅網，就會形成一個助燃物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喺事發之後2日話，大廈嘅棚網、保護網達到阻燃要求，化驗咗大廈嗰啲嘅棚網嘅嗰啲嘅保護網啊，我哋嗰個初步化驗咧係發覺佢係達到咗係一個阻燃嘅要求嘅。消防員喺救火嘅時候就發現另一個元兇發泡膠，有一啲樓梯或者一啲窗度，我哋發現咗一啲發泡膠，呢啲係非常之易燃嘅物品。當有火警發生時，佢哋蔓延得好快，而將呢啲火蔓延到單位裏邊。翻查屋苑大維修工程嘅承辦商喺舊年年底發出嘅通告，話喺施工嘅時候會用發泡膠完整咁將玻璃窗遮蓋。何炳德話：現時一般新起嘅地盤好少會用發泡膠，但係唔少進行大維修嘅地盤都會用。佢話現時無論屋宇署或者勞工處有關外牆工程嘅指引都冇提及到發泡膠，所以發泡膠並唔屬於禁用物料。做生意嗰個角度嚟講，既然我都冇違法嘅，我一定係揀一啲最低成本嘅樣嘢去達到一啲最高利潤嗰個結果㗎嘛。業界人士話發泡膠非常易燃，我哋再嘗試用火機燃燒地盤會用嘅發泡膠磚，好短時間就燒，而且燒得好快，兼且嗰啲煙咧係黑色有毒，嗰陣煙好攻鼻、好刺鼻。火燭嘅時候咧，啲發泡膠係黐喺個窗嗰度嘅，個物體仲喺度燃燒緊，可能會令到個窗爆裂。咁裏面本身喺度避緊爛嘅啲人咧，就聞啱呢種有毒嘅氣體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對佢傷害性係非常之大嘅。除咗易燃之外，宏福苑入面多棟樓、多個樓層嘅窗戶都同時貼上發泡膠，業界人士認為做法唔合理。咁我覺得即係你喺施工嗰陣時，你可以用咪臨時保護住先咯。做完批檔，你咪拎走咗佢咯。亦都唔需要話喺當你未做嗰陣時，成年長嘅時間已經將人哋個窗戶封咗啦嚇。我唔明佢點解會有咁嘅安排。大火最初起火嘅位置係宏昌角，火勢好快就向左右兩邊蔓延，形成火燒連環船嘅效應。
全個屋苑8座大廈有7座都陷於火海。工程師謝偉正認為，即使現時冇指引或者法例規定，但係承建商都唔應該同時8棟樓搭設竹棚同埋圍網。就算個棚你計晒數點都好，即係好多時有啲，例如而家你啲世紀颱風500年一遇啲雨又好咩都好，始終有啲嘢擺得耐，就算你做足咗跟咗法例法規，始終有啲風險嘅。有人認為呢一場大火快速蔓延係同竹棚有關。商討推進金屬棚架去取代。事發之後第2日，特首宣布發展局已經同業界會面，商討推進金屬棚架取代竹棚架嘅路線圖。事實上，發展局已經要求今年3月21日或者之後招標嘅政府公務工程、新起樓宇嘅工程合約要採用金屬棚架。有業界人士就認為，今次大火嘅高速蔓延同竹棚架無關。好啦，已經燒咗有10幾20秒，咁出嚟咧都唔見有着火，而且嗰個火力係相當之大嘅。竹係好無辜嘅，大佬，點解要關咗竹事呢？一啲易燃物料，假設存放喺嗰度嘅話咧，一旦發生火警，唔理你係咩材料搭出嚟個棚架，一樣會冧。金屬一定比竹係耐燃啲嘅。俾啲技術性數字你講，竹大約250至300度就會燃燒㗎啦。金屬嘅燃點係1000度以上，但係佢嘅熔點係500至600度左右。因為金屬燃點之前會溶啊嘛。但係如果去到最極端情況，佢真係溶咗咧，就真係個承托力就會有影響。竹同鐵都有各長處同短處啦。竹樣嘢就輕，咁如果真係去到咁唔好彩，佢真係燒咗跌落嚟嘅話咧，咁就冇咁重嘅。鐵係一個好重嘅物料嚟嘅，咁如果成個倒塌嘅話咧，可能有第二個影響。呢場大火最終燒咗超過43個鐘頭之後，大致救熄。警方拘捕建築工程公司2個董事同埋1個顧問，涉嫌誤殺。截至星期六，廉政公署拘捕咗11人，涉嫌喺有關大維修工程貪污。消防處表示，宏福苑8棟大廈火警中唔能夠有效操作，將會採取執法行動。其實法就有法㗎啦，而家喺度嚇，亦都有規範、有指引出咗嘅。如果我哋唔去做規管嘅話，呢類咁大型嘅火警嘅事故咧，會重複又發生，就會更加危險。咁我哋就變咗生活喺一個惶恐之中。